上幾集我哋學識咗揾關鍵字同寫SEO文章，但如果你嘅網站載入好慢，就算內容幾好， Google 都唔會比你高排名。今日我會教你6個免費方法，即刻令你嘅網站快反，全部免費，零成本就可以做到。點解網站速度咁重要？3個原因。第一， Google 官方已經講明，網站速度係排名因素之一。2021年起， Core Web Vitals 正式成為排名信號，快嘅網站排名更高。第二，用戶體驗。如果你嘅網站慢過3秒，超過一半嘅人會直接離開，每慢1秒，轉化率仲會跌7%。第三，手機用戶。香港超過70%嘅人用手機上網，手機網速通常慢過電腦，所以速度更加重要。做任何優化之前，你要先知道自己嘅網站而家有幾快。我推薦3個免費測速工具。第一個係 Google PageSpeed Insights， 去 PageSpeed Web Dev 就可以用。呢個係 Google 官方工具，最權威。第二個係 GeekMetrics， 會俾你一份好詳細嘅分析報告。第三個係 Pingdom， 簡單易用，一睇就明。分數點睇呢？90到100分代表好快，50到89分係一般，有改善空間。0到49分就太慢啦，要即刻優化。第一個方法，圖片壓縮。呢個效果最大。圖片通常係網站入面最大嘅檔案，好多人上傳相機影出嚟嘅原圖2到3 MB 一張，超級慢。但壓縮之後可能得返100 KB， 載入時間由4秒變0.3秒。推薦3個免費工具。TinyPNG， 去 tinypng.com， 拖入圖片即刻壓縮。Squoosh， Google 出品，可以揀唔同格式。如果你用 WordPress， 可以裝 Sort Pixel 插件，自動幫你壓縮。記住，盡量用 WebP 格式，比 JPG 細30%以上。第二個方法，啟用瀏覽器快取，英文叫 Browser Cache。原理好簡單，冇快取嘅話，用戶每次嚟你嘅網站都要重新下載所有圖片同檔案。但啟用咗快取之後，用戶第二次嚟嘅時候，瀏覽器會用返上次下載過嘅檔案，唔使再等。如果你用 WordPress， 裝 WP Super Cache 或者 W3 Total Cache 插件，一冚就搞掂。如果你用 Cloudflare， 登入之後去 Caching 設定，調整 Browser Cache TTL 就得。免費計劃已經包含呢個功能。第三個方法，壓縮 CSS 同 JavaScript 檔案，即係 Minify。你嘅網站有好多 CSS 同 JavaScript 檔案，入面有好多空格、換行同注釋。Minify 就係將呢啲多餘嘢移除，令檔案更細，通常可以細30到50%。WordPress 用戶可以裝 Auto-Optimize 插件，打勾 Optimize CSS 同 JS 就搞掂。Cloudflare 用戶可以去 Speed 設定入面嘅 Auto Minify， 全部打勾。小改動，但通常可以令網站快半秒到1秒。第四個方法，用 CDN 加速。CDN 全名係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， 即係內容分發網絡。如果你嘅伺服器喺美國，香港用戶每次都要等資料由美國傳過嚟，好慢。但用咗 CDN 之後，你嘅網站內容會被複製到全球多個節點。香港用戶就會用香港節點載入，距離近，速度自然快好多。我最推薦 Cloudflare， 免費版已經非常夠用。設定好簡單，去 Cloudflare.com 註冊免費賬號，加入你嘅網域，跟住更改 DNS 設定，跟住指示做就得。完成之後，你嘅網站自動就有 CDN 加速。第五個方法，
延遲載入圖片，即係 lazy loading。傳統嘅做法，打開網頁就會一次過載入全部圖片，就算用戶未碌到。lazy loading 就唔同，只會載入畫面見到嘅圖片，其他嘅等用戶碌到先載入。好消息係 WordPress 5.5 以上嘅版本已經內建呢個功能，自動幫你搞掂。如果你想更多控制，可以裝 WP Rocket 或者3 lazy load 插件。手動做嘅話，喺 img 標籤加入 loading 等於 lazy 就得。第六個方法，移除多餘嘅插件同腳本。好多網站慢嘅原因唔係伺服器差，而係裝咗太多嘢。常見嘅元兇包括用唔到嘅 WordPress 插件，雖然停用咗但未刪除，仲係會拖慢網站。太多字型，每個字型都要額外載入時間。太多第三方追蹤代碼 Facebook Pixel、Google Analytics 等等。自動播放影片，一打開就載入成條片。花哨嘅動畫效果、slider 同動態背景等。建議逐個插件停用，測試速度變化。用唔到嘅就刪除，唔好留喺度。記住，少即是多。最後一個額外貼士，揀啱 hosting 都好重要。平價共享 hosting 每個月只係20到50蚊，但同幾百個網站共用伺服器，速度唔穩定。如果你認真做 SEO，至少要用 VPS 或者 Cloud Hosting， 每個月80到200蚊。有獨立資源，速度穩定。Cloudways 同 DigitalOcean 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如果預算有限，用 Cloudflare 免費 CDN 可以大幅改善平價 hosting 嘅速度。而家俾你一個即日行動計劃，今日用5分鐘去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你嘅網站，知道而家幾分，然後用30分鐘壓縮網站上所有圖片，呢個效果最明顯。今個禮拜裝 Cloudflare 免費 CDN， 大約20分鐘搞掂，然後啟用 lazy loading 同 cache 10分鐘，移除用唔到嘅插件15分鐘。做完之後再測試一次，比較分數，睇下進步咗幾多。全部做晒大概1到2個鐘，但效果可以維持好耐。今日你學識咗6個免費提速方法。圖片壓縮效果最大。Browser Cache 回訪用戶即時載入。Minify CSS 同 JS 檔案細30到50%。CDN 加速用 Cloudflare 免費搞掂。lazy loading 碌到先載入。移除多餘插件，少即是多。記住，快嘅網站等於高排名加好體驗加多生意。下一條片我會教你點樣設定 Google Search Console， 呢個係 Google 免費俾你嘅工具，可以監察你嘅網站排名表現。記得訂閱排名攻略 HK， 冚埋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見。